怎么样？快端出吸气，吸气，用力呀！快，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使劲儿。大王公公，我没力气了。加把劲儿，王后用把劲儿，快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使劲儿啊！使劲儿，看见头了，看见头了，快出来了！热水，快，让山王不停地烧热水。情况怎么样？快升了！药的怎么样？大王，王后怎样？王后生产顺利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王后，坚持，使劲儿来了，使劲儿啊，王后，使劲儿啊！用力呀，王后！剪子。是男孩女儿？恭喜王后，恭喜王后，生了是个公子。恭喜王后，贺喜王后！快，我去给大王看看。是，快，是位公子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王后生了一位小公子，母子均安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，喜喜彼此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寡人终于有了嫡子，这是寡人的嫡子。大王，给王儿赐个名字吧。寡人都想好了，就叫荡儿吧。荡之从汤，乃纪念成汤之意。荡字又有荡平列国之意志。王后看如何？臣妾谢过大王赐名，荡儿一定不负大王苦心，为大秦荡平列国，称霸天下。好。夫人，大王给王后的儿子赐名了。赐了什么名？荡。荡。纪念成汤，荡平列国。是。记得当年夫人生公子的时候，大王给公子赐名华，说是光华璀璨，是爹娘的骄傲和珍宝。听起来，并不比那个荡字差呢。什么光华璀璨？什么爹娘的骄傲和珍宝？说的再好听，也只不过是个爱字，不是嫡子，更不是纪念成汤，大平列国，深渊期望的储君。大王会立王后的儿子为太子？你以为不会吗？大王只是跟我们这些人玩了个文字游戏吧，说不定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立华儿为太子，只是我傻，不仅盼着
华儿当太子，还一心一意的等着大王立我当王后呢。夫人，别过于伤心了。此去秦国，路途遥远。且不说高山峻岭、强匪流寇，就是外边的严寒风雪，也会要了公子的性命的。子歇要去秦国寻的人，比子歇的性命更重要。老伯，你们放心吧，子歇已经想好了。既然公子决心已下，那就求上苍保佑吧。这点钱帮不了公子什么，就算一点心意吧。老伯对子歇恩重如山，如来日有机会，子歇定会报效万一。大王，今日我去看姐姐，姐姐为大王给当儿取名而欢喜至极。你也喜欢这个名字？谁人能不喜欢？哦，对了，大王，上次与大王提起唐夫人节俭，把每日省下的灯油一点一滴刮下来留用。昨日内府突然派人给唐夫人送去了10斤灯油，惊得唐夫人对着内府的人直抹眼泪。寡人为太子时，唐夫人就跟在身边。寡人理当善待老实人。我近来还知道了，宫里的烹饪高人是谁？谁呀？魏良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大王每次去魏良人那里都要用膳，去别人那里大多只是坐坐便走了。可见魏良人那里最让大王动心的是饭食。你这个小丫头。好了，今天就不说宫里的事，说点别的。说什么？说说你的子歇，如何？那只是些小儿女的故事，大王又不是邻家老伯，听起来只怕会无趣。那今日你就把寡人当成邻家老伯，如何？邻家老伯，那邻家老伯就猜猜，我与子歇是怎样相识的？月儿喜欢逞强，只怕不打我成交吧。我自幼常常在宫中与人打架，但子歇从来都是帮手，不是对手。我与子歇的缘分，还是从我在膳房给弟弟偷糕饼开始的。皇歇谦谦君子，却要跟着你当小贼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偷糕饼算什么？子歇跟着我，不仅在宫里偷瓜果，还偷草药，还曾把南后的后花园给翻了天了，连那宝官都被我打伤了。宝官是南后的侍从？那是南后的护院狗。护院狗？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利，征服人心难，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
大王，大王晨起习武，芈月来陪。今日寡人免你早起。芈月睡不着了。那就替寡人更衣吧。是。萧然，姐姐要将一样重要的东西交给你，这是当今世上难得一见的《孙子兵法》的全卷。它既能教你领兵打仗，也能教你处事做人。战场龙血玄黄，有空多读一读，比带个先生在身边还有用。姐姐放心，做男儿铮铮铁骨，定不辱没姐姐对我的期望。大王，喝茶。寡人累了，不看了，陪老伯说说话。老伯想听什么？老伯还是想听听你的子歇。还说？每次都说他，都说了好多次了。老伯还没有听够，你就说够了吗？再说，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知道吗？子歇曾答应我，说这辈子只要下雨，他便背着我走路。为何有此承诺呢？那年我生辰，魁姑给我做了双绣鞋。魁姑的女工是宫里1等1的好，那双鞋子真叫人爱不释手。可那日正巧赶上下雨，我便将鞋子揣在怀里，赤着脚走路。子歇在公道上碰到了我，心痛至极，他硬要我把鞋子穿上，背着我走。他告诉我说，这辈子与我在一起，一定要让我总有新鞋穿。
如若下雨，他便背着我走路。你们两人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双，可惜了。寡人将你视若瑰宝，绝不要一丝一毫的勉强。睡吧。王后近日胃口可没有前些日子好了。奴婢让膳房用野山鸡熬了肉粥，王后尝尝。大王至今都没有临幸芈月。王后，王后，给我吧。小丫头，在动什么鬼心思啊？是不是趁着寡人喜欢你，想多求些恩宠？是，也不是。寡人恕你无罪，说来听听。芈月一心想抓住那个指使一群人袭击王后迎亲车队的主使，以大王的智谋，应当早已心里有数，为何迟迟不动手呢？你知道下棋最忌讳是什么吗？心急于攻。
得子而不得势，要学会走一步看十步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寡人答应过你，定不会让那人逍遥法外。但此刻一朝疏忽，就可能坏了寡人的全局。行了，说说别的吧。大王想说什么？还是你的子歇。今日不说他了。为何？我想说的子歇，都已经说完了。当真？过去提起子歇，这胸口总是满满的。如今倒是觉得空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各自歇息。快清明了，明日一早，寡人要带你去个地方。知道你在山崖边给黄公子建了土坟。前不久，寡人让木坚把坟迁到这儿来，也好方便你时时祭拜。你放心，里面的东西没有丢失。当初，黄公子定把此物看作瑰宝，寡人也同样珍视。既然心木已建好，还是由你把这东西放到墓穴里去吧。子歇，大王给你修了新墓，以后我年年都可以来看你，你再也不会孤独了。寡人总是听月儿说长道短，但从未听你提过父王。魏后待你刻薄，难道你父王也待你不好？父王，父王待月儿再好不过了。
如何是好？父王是育儿的大老虎，我是父王的小老虎。嗯，儿时，我常到父王的大殿里去玩。我觉得父王一个人坐在大殿里很寂寞。我吃着父王案头的点心，还给父王捶背。父王要是批奏章批累了，他就会背着我在大殿里转悠。寡人看书简也看累了。来吧，小老虎，寡人陪你做回大老虎。大老虎，你真的背我？君无戏言，来吧。小老虎，可是有点分量哦。嘿，不重，不重。大老虎的脑袋，我摸的；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胡须，我也摸的。做小老虎，真的有那么好吗？那是，做小老虎自然好。小老虎比大老虎还威风呢。那大老虎要跑快一点啦。还要不要快一点？大老虎快跑！准备好了没有？下来吧，小老虎。大老虎背不动了，给寡人铺床更衣吧。
生诞。从此，芈八子成为他一生的名字。月儿本以为，即使与大王同屋而眠，也不过到此为止。谁知孤男寡女，同屋不同榻，若不是太无情，便是用情太深。这么多后宫女子，只有你能得到大王如此垂青。姐姐，姐姐不会因此责怪芈月吧？大王看重妹妹，临幸妹妹是早晚的事，姐姐应当替你高兴。王后，可以歇息了。王后若不想睡，奴婢陪您说说话。姑姑先去睡吧。是。姐姐，我和樊长史都生了儿子，大王开恩，上个月才刚刚给我们继升了一个长史的分位，却比一个承宠没几天的人还低了2阶。自打我进宫起，也没见过大王如此专宠过一个人。先王后与大王也算是恩爱，可是大王对他也就是相敬如宾罢了。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丫头，竟然狐媚了大王的心。王后生了儿子多少天了？快2个月了吧。王后生了嫡子，大王去交房殿，去了几次？听永巷的人说，也就4、5次吧。3次用膳，还有1次是路过那儿，顺便进去坐了坐。王后生了儿子，应该是大王的心头肉。眼下正是需要人怜爱的时候，大王若是乱了分寸，惹恼的不该是你。等着有些人心里长芽吧，用得着你我着急吗？我倒是希望大王对芈月再专宠一些，这样才合了我的心意呢。姐姐说的对呀，妹妹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这香焚到现在才觉出好来，要有点耐心。八子，大公主，我来马厩多次，总巴望着能碰上你，可次次落空。今日大约日头打西边起的，你可终于露面了。这些日子我心里面正想着你，只是不得功夫去你宫里看你。算了吧，宫里人都知道父王对你宠爱有加，日日传旨要你侍寝，你心里哪还有我梦莹？别人说我也就罢了，反正他们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人。若大公主你也如此说我，还让我怎么做人？好了好了，说来说去，反倒是我的不是了。说到底，上次我帮了你，你还没谢我呢。大恩不言谢，大公主受芈月一拜。那我就受你这一拜。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父王啊。
你父王已经让司马错将军带我弟弟魏冉从军了。这个我早已知晓。除此之外，就没别的啦。还有什么？你说呢？你父王当然很好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其实那次魏冉之事，我心里想，这大约就是缘分。我知道我父王心里定是有你的，可你心里有没有我父王，那就难说了。若不是因为魏夫人他们作怪，你大约也不肯低声下气去求人。你不去求我父王，又怎知你在我父王心中的分量？怎知我父王的好处？好啦，看你这嘴厉害的，我怕了你还不行。我这么帮你，反倒让你怕了。你若真想谢我，陪我去见个人，走吧。好。梦莹，你来了。姑母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姑母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芈月。拜见迎夫人。雍大人，大王大婚时曾见过，上次王后在后花园训斥国美人的时候又见过，今日相见，却看上去很不一样了。当然不一样，如今该称他为芈八子了。哦，我都忘了，你们早就认识，那就都不是外人了。坐下来吧。谢夫人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，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凭尽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
你也喝一杯吧。看来你还真不会饮酒。都说琴酒姓烈，果不其然。这女儿家一定要学会饮酒，它是忘忧药，能陪你一辈子，不离不弃。芈月，你可见过天底下有比我姑母更潇洒的女子？都说大公主是嬴夫人养大的，我看大公主和嬴夫人真的比母女还要相像。夫人这里余音绕梁，但雍瑞府中还有杂物未料理妥当。既然夫人有他们二人陪伴，雍瑞暂且告辞。饮酒赏歌何等的雅事，你却用杂物二字来烦扰自己。也罢，你就去吧。夫人，告辞。梦莹，替我送送雍大人。哦，是。好一个芈八子！当日我就看出，大王迎娶的处女中，唯有你是最不安分的。夫人的话令芈月战战兢兢。你小小年纪进宫不久就得此位分，可见得你在大王眼中的分量。我听说大王已经专宠你2月有余，宫中因此废议。芈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，望夫人指点。如你这样的情况，并非宫中第一人。先王后和当今王后，他们出入宫时，大王都专防独行了3个月以上。妻者妻也，王后是大王唯一正妻，平起平坐都是应该，专防更是无理由挑剔。你明白就好。除了王后、魏夫人、果美人承恩，最多也只不过就是10几日的功夫，魏良人就更少了。大王历来都是我行我素，但是大王对你的专宠，都快赶上王后了。这让有些人看在眼里，心头早已滴血。芈月别无他念，只想好好侍奉大王。能侍奉大王是你的福分。当今世上，既有心性又有姿色的女子，大多都是宁愿做褒姒，也不甘做无言的。你要当心，恃宠而忘形，树敌太多。虽然说后宫之事也应该由大王来定夺，但是大王的心思多在前朝，并非总能关照后宫。要想平安多福，就要收敛心性，懂得进退。谢夫人指教，芈月字字铭记在心。起身吧。谢夫人。其实我想让你记住的就是2个字：分寸。是。姑母。梦莹，你回来了。梦莹啊，芈八子是头一次到我这儿来，你快带她到我这北郊行宫四处去看看啊！走。谢夫人。去吧。刚刚姑母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只是家常话罢了。嬴夫人豪爽，心思如同男子，举手投足更有大丈夫之气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很投缘。哎，雍大人怎么会在嬴夫人这里？雍大人常常看望姑母，他们的情分已不是1日2日。能看得出他们彼此是体贴知己。姑母一生艰难，但很洒脱。我从小便想学做她那样的人。夫人，大姐来了。拜见八子。
大间免礼，姑姑给大间倒水。啊，不必。八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今日一早起来，八子的身子就有些不适。请太医看过了吗？啊，不用了，只是小病，养1、2日便好了。哎呀，这可坏了！大王今晚召八子侍寝呢。芈月福薄，只好请宫中别的姐妹代劳了。这……咱们小公子天庭饱满，长得跟大王一模一样呢。他父王指望他荡平列国，称霸天下呢。啊，是啊。怎么了？荡儿想必是饿了，让奶娘抱去喂喂吧。是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小公子都满2个月了，大王也没来用过几次晚膳。大王政务繁忙，可奴婢听说大王几乎夜夜都召芈月去承明殿呢。今晚侍寝的又是他。我月子里的时候不能侍寝，芈月替我侍奉大王。如今我刚出月子，芈月多陪些大王，也是她的本分。只怕有些人的心思在本分之外了。好了，玳瑁姑姑，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争，但是不能因小失大。荡儿刚满月，大王就令魏夫人把主持后宫的大权交还给我，可见大王对我的信任。如今大王指派芈月主管整理我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她日日在书库，也算恪尽职守。好不容易有几天太平日子，你就不能让我耳根清净一下？奴婢知道了。姑姑，其实母后把你指给了我，你的心就全在我这儿。入秦宫这1年多，你跟着我吃尽苦头，姑姑对我的好，我心里岂能无数？只是有些事情，姑姑还是少说话。我不是糊涂人，应当如何，我心里有数。王后这么说，奴婢心里就踏实了。拜见王后。何事？大王让小的来传话，说今晚到王后这边来用膳。王后您快准备准备吧。大王今晚要来？是。可是大王今晚不是召芈月侍寝吗？哦，八子病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大王要来，晚膳让膳房好好打点一下。是，奴婢亲自去膳房，让他们备些鹿肉。鹿肉属纯阳之物，补脾益气，温肾壮阳，给大王吃最好不过了。奴婢去准备了。大王，这鹿肉是照楚国的方子炮制的，您看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外面焦脆，里面鲜嫩，鲜美异常。怎么还有些野山菌的回味？这鹿肉要先腌制再炮制，所以味入肌里。这野山菌是臣妾特意交代御厨，先将野山菌熬成汤汁，待肉炮制5成熟的时候，淋浇在这鹿肉上，所以才有这滋味。王后真是聪慧之人，一块鹿肉也能做出奇巧花样。臣妾愚钝，只是尽职而已。好了，寡人吃饱了。
大王，臣妾近日重新开始打理后宫事务，好久不接手，都有些生疏了。再加上当儿才刚满月，臣妾想，要不让芈月帮臣妾料理几日？芈月的确聪明能干，不过眼下芈月正带人整理王后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哪里还有空闲？再说，后宫事宜均是王后分内，不行，让孟昭氏帮你吧。那就照大王的意思办。好了，不早了。大王今晚……芈月病了，寡人要去看看她，之后回承明殿打理政务。恭送大王。王后，你，姑姑有话就说吧。你留不住大王的人倒也罢了，怎的把手中主持后宫的大权也要随意送给他人？这权是我等想送就送得出去的吗？后宫的权给谁不给谁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。姑姑难道没看出来？我只是试试大王。大王方才的话，你也都听见了。夫人、姑姑，你们快看，好看吗？按照昨日夫人给我们出的主意，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装在袋子里，做成这个小灯，在外面照路，挺管用的。果然是好。好是好，但这布袋是麻布做的，透光不好。你们等着，一会儿我用个薄薄的纱布给你们做个大大的纱袋，然后一起去荷塘边多捉些萤火虫，那才叫碧光莹莹呢。这主意不错呀，给寡人多做几个，送到承明殿去，让寡人也沾沾你的光。大王，免礼。大王，怎么有空来了？寡人听说你身子不适，特意来看看你。看你又能捉萤火虫，又能做纱袋，看来不是身子不适。仙儿慧儿，还不快去将新煎好的金银花水给大王端上来。是。大王恕罪，这2日忽冷忽热的，月儿的确是常有头疼脑热的时候。你这点小把戏，哄得了别人，哄不了我。说实话，你是厌烦寡人，还是厌烦寡人的承明殿了？大王待月儿好的不能再好了，我哪敢说厌烦2字？只是宫中的姐妹甚多，大王也该分些恩惠给她们。你呀，你一向率真，这话不像是芈月的话。谁教你的？啊？无人教我。前不久，你随孟莹去见过莹夫人，定是她的主意。唉，我这个姐姐样样都好，就是爱多管闲事。燕王派使节来提亲，你等如何见解？大王，燕国在6国之中属于平庸懦弱之国，国土面积不大，兵卒数量不及魏，车骑数量逊于赵，军粮储备也难望其之项背，而刀剑器械不及韩。燕国并无一技之长，与之联姻，与我秦国毫无益处。大王，大良造此言差矣。燕国的确国小势微，北有山戎侵扰，南有齐国虎视，但这也正是燕国一心要与我秦国结交的原因。
若燕秦两国联姻，南可以联手抗齐，西可以牵制东湖，大大缓解我秦国的后顾之忧，既是举手之劳，又是明智之举，为什么不呢？张子之言甚是，秦国对外该实行远交近攻之策。那燕国距秦国千里之外，与秦国并无直接冲突，而东湖和齐国与秦国为敌多年，若能联燕抗齐，乃上上之策。看来与燕国联姻，利大于弊，何乐而不为？选燕国使者，明日入承明殿议亲。是。你听说没有？燕国派人来求亲了。向谁求亲呢？那还有谁呀？当然是我们秦国的大公主啊！咱们大公主那么好，谁能配得上她呀？你笨不笨呢？再好的姑娘，那也得嫁人呐。希望燕国不是太远。这燕国啊，是离我们秦国最远的国家了。冬天下很大的雪，那儿的人呐，鼻子和耳朵都被冻掉了。这大王为什么要把大公主嫁到那么吓人的地方去？脖颈子痒了。姐姐，今日我到公孙衍的府上去过了，可大良造仍然不肯把符节还给咱们。我问他，若是大王追查起来怎么办？他竟然说，那就告诉大王，说符节在给母国送节礼的路上让强盗抢了去，然后就硬是把我给打发回来了。要不你我去大王那儿出手他？妹妹糊涂啊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自保了？姐姐，那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？不过，倒是可以借此吓他一下。这个女人简直是丧心病狂！先生息怒，魏夫人会不会因为情形不对出卖先生？暂时还不至于。即便他在符节之事上能够洗白自己，不过谋杀王后也是掉脑袋的大罪。但眼下一群人故意为难人，他们只要粮食，不要钱财珠宝，还说拖的时间长了，要把500车粮食变成800车。什么？800车？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先生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此事恐怕凶多吉少，这符节大约是要不回来了，我们得想别的办法。月儿，你这是在找什么呢？上次王后送了我一套紫玉鎏金的首饰，怎么找不到了？你找他干嘛呀？听说燕国来了使者给梦莹提亲，梦莹待我十分珍惜，我也该准备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她，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那套首饰太贵重，我怕香儿他们粗手大脚的给弄丢了，就特别给收了起来。你要，我去给你拿。哎，那也不急，我还想亲手给梦莹绣一套嫁衣，当然这事定离不开姑姑的帮忙。你呀，还是忙你那些书简吧。嫁衣的事儿用不着你亲自动手，样子我和你一起商量就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这个金锁片十分精致。那麒麟做的跟活的似的，的确是好。姐姐的当儿已经快100日了，我想把这个送给当儿。麒麟为人宠，象征吉祥，王后定会感念你有心的。当儿，当儿，姐姐你看这金锁片可好？当儿，当然好。前日大王赐给当儿一个金锁片，按理说也是1等1的，还抵不过你这个精细雅致。
大王定是想把好东西留着慢慢赐给小公子，渐渐比过去越来越好，要不哪会有惊喜？当儿，来，我抱抱。哎呀，小公子好重，哪像百日，倒像是周岁的孩子。当儿，能吃能睡，格外调皮。这才快百日，奶娘都快弄不住他了。我们小公子是大王最宠爱的嫡子，哪能跟一般孩儿相比呀？奶娘，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。是。来。姐姐，你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已经整理出来一部分了，正让人抄写成秦文。从楚国带来的越人，有的在路上被一群人所杀，也有的失散跑了。我求雍瑞想办法，从宫外新招募了几个，还不知好坏。姐姐有功夫去我那里看看。你做事我自然放心，我这里也忙，后宫的杂物拎起来针头线脑，放下去又千头万绪，再加上有道。姐姐，你这是推辞还是实懒？瞧你说的。好了，我若有空就去你那儿看看。姐姐，千万不要因为针头线脑而与我生分了。那是当然。那妹妹先告辞了。哼，我们王后什么没见过呀？一个金锁骗子，显摆什么？姑姑嘴上积点德吧。就凭芈月，哪里拿得出这样的东西？定是大王赏赐给他的。芈月侍奉大王多日，得些稀罕宝物，也是他的本分。只是什么？从小到大这么多年，只记得凡是我有的，定是他没有的。只有我给他东西，何尝有过他给我？如今却倒过来了。芈月妹妹，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也不让工人通报一声。我只是正好撞上，看你忙，想着还是不要打扰，省得你分心。什么分心？都说魏良人的学问是后宫里最好的，你来了正好给我帮把手。妹妹可知燕国来向大公主求亲了？我听说了。都知你与大公主要好，却看不出你对她担心呢。为何要担心？大公主的脾气向来我行我素，这桩婚事只怕她要闹一闹了。那燕国太子我也听说过，也算是人中龙凤。怎么，大公主不中意呀？谁告诉你是燕国太子？明明是燕王。不可能，那燕王已经50多岁了。宫里都知道了，只是前一阵子故意瞒着大公主一人。我让人打听过，燕太子早已经有元妃并生子，倒是燕王心丧了王后，所以来秦国求娶大公主的不是燕国太子，是那个燕王。燕王？那燕王，他已经可以做梦莹祖父了。唉，昨日受了风，腰酸背痛的。这王后有什么事儿，让下面人传个话便是了。
还让我们这一遍一遍的跑腿儿。姐姐就别抱怨了，王后对咱们姐妹还是挺关照的。哼，你想啊，自王后坐月子起，交房店就传话，不用日日去问安，免得大家辛苦。其实我们也偷了好一阵子懒呢。就光卖这点好，就把妹妹降服了。说什么降服不降服的？姐姐，今日召我们去，必定是和大公主的婚事有关。大公主年幼丧母，又最得大王的欢心，她的婚事，咱们好歹得应付。看，这人真是禁不住念叨。魏长史、樊长史，大公主，给大公主道喜了。魏长史，有话便说，不必客套。大公主真是好命，大王一向疼爱大公主，等有一日大公主嫁到燕国去，一定会得到夫婿的加倍宠爱。你这是何意啊？我也只是瞎猜罢了。这人家都说嘛，年龄越大的男人越是懂得疼人。可惜，无论魏长史喜欢年长的还是年少的，都没有机会了。大公主说的恰如其分，所以我才要为大公主高兴了。大公主未来的夫婿可谓是姐姐成熟稳健，世间无人可比。魏长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燕王年逾50，不是成熟稳健，是什么？你信口雌黄！此事大王做主，我怎敢有一句狂语？大公主慢走。姐姐，大公主一向都心高气傲，你何苦说这些话来伤她？哼，我伤着谁了？我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。哼。大王打算把大公主许配给燕国国君，秦燕两国联姻，如古琴瑟，同德同心，有益于我大秦安危繁荣。公主出嫁是后宫大事，召姐妹们来就是商议一下大公主的婚事。大公主的婚事由大王做主，王后亲自操办，自然再好不过了。只是那燕王，只要大王王后做主，自然不会有大的差错。也是，燕国国君城堵忠厚，大公主年轻貌美，这桩姻缘说起来倒也般配。姐姐所言甚是。大公主聪慧贤德，嫁到燕国必会得到燕王的专房独幸，秦燕联姻，珠联璧合，真是两国之大幸。夫妻相处，讲究的是琴瑟和鸣，白头相守。而那燕王貌衰老朽，大公主年方18，青春年少，如此夫妻，只会貌合神离，咫尺天涯，如何谈得上长相厮守？更谈不上如古琴瑟，同心同德了。夫妻相处，男才女貌自然最好，但是也要讲究缘分。到底何为缘分？花样年华，相伴日落西山。王后，这殿中姐妹都是过来人，对大公主这桩婚事妥否，大家该是心里有数。这么说，我们和王后都没有米八子一人考虑的周全呀。魏夫人用不着夹枪带棒的，王后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月儿在我这里向来有什么说什么，不像有些人总是口不对心。我不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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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燕王不光岁数大，他还有残疾，腿不好。大王还没有下旨，事情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。我去过宣誓殿了，他对我避而不见，他一定是心里有愧于我。过去他对我的疼爱全都是假的。我不信。今晚大王会召我去承明殿的，我会对他说的。昨日大王说好的，今晚要召我去承明殿。都这时辰了，大姐怎么还不来传旨？啊，我已经让香儿去打听了，一会儿便知究竟。夫人，哎，木心怎么说？木心说，大王半黑就去交房殿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今日大王是故意在躲避我。按你与梦莹的情分，谁都能猜到你定会为他向大王求情的。大王躲我，我偏要去找他。既然你已经知道大王的心思，又何必自讨苦吃？可这是梦莹的事啊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大姐，八子，回去吧。大王正在殿内议事，不能见你。还请大监行个方便。你若能进得去，我怎会拦你？我可以等。大王此刻不想见你，过会儿也不会见你。我真的有要事，必须要见大王。哎，八子，大监，使不得。大王，大王。寡人听说你一直忙于整理王后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今日怎这样得闲？望大王恕罪，为大公主的婚事，芈月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大公主的婚事已交由王后操办，用不着你越俎代庖。芈月不敢僭越，但大公主的这桩婚事的确是不妥。妥与不妥，前朝有重臣权衡，后宫有王后把握，你还是回书库去吧。大公主的终身福祉，只在大王的一念之间。去承明殿。是。大王。荡儿，笑一个。呦呦，荡儿，抓抓啊！哦，给娘亲笑一个。他抓住了。姐姐，妹妹来了。这孩子今日特别淘气，总是喜欢捉弄人。你给他什么东西，他都扔在地上，等你去拾。你若不拾，他便哭闹不止。小孩子都这样。哪里一样？上个月樊长史的孩儿公子通满周岁，那公子通比荡儿就大7个月，却是异常安静的孩儿。我看他身子瘦弱，怕是樊长史上次滚下台阶，害得他先天不足。哎，那次你怎么没去啊？樊长史说他也差人请了你。姐姐，妹妹来姐姐这里是有件事情想要求你。姑姑，带荡儿下去吧。是。抱下去吧。是。别以为我愚笨，你一走进交房殿，我就猜出了你的来意。母监不肯为我传话，大王不肯听我陈情。大公主这几日水米不进，我怕她会……有空，我自会去看望大公主的。姐姐能去看她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但姐姐毕竟是她的母后，总不能放手让她跳入火坑吧？梦莹的婚事由大王一人做主，梦莹违背父命，已经让大王恼火得很。我若再去劝说，只能是火上浇油。可这事怎么能了呢？走到哪儿，了到哪儿吧。
姐姐有了当儿，比我更知晓，凡事要为儿女的前程打算。列国自有年貌相当的诸侯和太子，大公主为什么偏偏要嫁给燕王那个老朽？那个燕王还是个瘸子。若是轮到你我，也是打死不嫁的。上次召集后宫嫔妃，商议梦莹出嫁之事，你当众顶撞我不与你计较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，但大王的脾气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只怕比你还执拗。我已经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凡是大王拿定主意的事，硬要去碰，只有突破血流。姐姐，上次大王气恼，是因为怪罪你后宫干政，但儿女婚嫁本来就是母后的分内，大王总该听听你的忠言。姐姐，梦莹可怜，女儿家一生好坏只有一次，若遇人不淑，终身悔恨。当初姐姐一心想嫁给大王，不就是想图个好姻缘吗？姐姐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但凡有一点点办法，都不会来这里来麻烦姐姐。好啦，真是磨人。我并非铁石心肠，但你我都知道，此事是无中求有。如若机会得当，我会去试试的。姐姐这是答应了要为大公主求情，还不是因为你纠缠。有话在先，试得成试不成，都别怪我。我先替大公主谢过姐姐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王后明知大王的心性，为何还要卖给芈月这个面子？你也知道，入秦宫这么久，芈月只为她弟弟来求过我，还被你给拦了。芈月是打断骨头也不喊疼的人，从来不愿欠任何人的人情。况且这次还是为了别人的事，我若有机会让她觉得欠了我的，有何不好？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尽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
死再相负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